Hello，大家好，我係阿 Man 啊。今日係香港回歸祖國29週年嘅大日子啦。喺呢個充滿喜悅同埋自豪嘅時刻啦，我同大家都一樣嘅。咁啊，內心係好激動啦，因為我哋唔單止喺度見證到呢個歷史，更加喺度分享緊國家發展帶嚟嘅榮光。咁睇住我哋香港首位航天員黎嘉瑩啦，喺中國太空站發送出嚟嘅最新片段。咁啊，見到嘉瑩咧喺太空站裏邊展示我哋香港特區嘅區旗，嗰種親切感同埋嗰種震撼力啊，真係難以用言語去形容嘅。而喺佢片段裏邊咧，都講得好感人。佢話能夠喺太空站同大家見面，正正體驗咗香港喺一國兩制之下背靠祖國所帶嚟嘅珍貴機遇啊！而佢每一日執行任務啦，都係為咗能夠親身參與國家航天工程而感到呢個自豪嘅。咁佢呢份身份認同，呢份同國家休戚與共、共榮共辱嘅感受啊，係我哋呢一代香港人最深切嘅體會。嘉瑩嘅故事咧就話俾我哋聽啦，香港人嘅舞台咧唔再局限喺維港嘅兩岸，而係可以去到呢個星辰嘅大海啊！咁其實啦，嘉瑩嘅成功咧，只係香港近年蓬勃發展嘅一個縮影啊！如果你留心睇翻咧近期香港嘅數據同埋國際嘅排名啊，你會發現咧喺多個領域咧已經攀升到全球最頂尖嘅地位啊！咁首先啦，要同大家講一個大家可能未必知道嘅消息，就係香港已經正式超越咗瑞士啦，首度榮登呢個全球跨境財富管理嘅一哥寶座。呢件事咧，連外國媒體咧都覺得好驚訝嘅。Investment News 甚至形容香港係推翻瑞士嘅王座。而根據波士頓諮詢公司 BCG 嘅預測香港未來嘅增長率咧會遠遠高過瑞士，去到呢個2030年我哋會領先嘅規模咧可能達到6000億嘅美元啊！咁點解香港做得咁出色呢？呢度要歸功我哋特區政府嘅施政湊效啊！政府近年咧好積極咁推動呢個家族辦公室業務，而喺香港單一嘅家族辦公室咧已經超過3380間。2年之中咧升咗25%，亦都有新資本投資入境計劃啦，精總吸金加上我哋嘅 AI 啦、科技創新同埋呢個新經濟產業嘅佈局，令到我哋香港成為呢個地緣政治下一個非常穩健安全嘅財富避風港啊！瑞銀集團主席甚至話啦，瑞士咧因為香港強勢崛起而面臨呢個身份危機。呢一切咧都反映咗只要我哋識得把握機遇，香港嘅金融地位咧係穩如泰山嘅。咁除咗財富管理啦，我哋高等教育咧同樣令世界刮目相看嘅。最新嘅 QS 世界大學排名出爐香港有5間大學咧打入世界8強，港大連續2年排全球11位，中大更加歷史性咁升到第18位，首度躋身全球20強科大啦、理大啦、城大啦都錄得顯著嘅進步。咁QS 官方仲形容香港係亞洲進步最快嘅高等教育體系。我哋喺全球8強嘅大學密集度咧係最高嘅城市之一。呢個排名唔單止係一堆數字佢亦都代表咗香港擁有世界級嘅人才儲備同埋科研嘅實力係名副其實嘅國際教育樞紐咯。咁講到綜合實力啦。國際管理發展學院 IMD 咧最新喺2026年嘅世界競爭力年報裏邊顯示香港競爭力排名咧連續3年都上升，今年升到全球第2位。喺政府效率同埋營商效率方面咧，我哋分別係全球第2同埋第3，而喺稅務政策同埋商業法規咧更加係全球第1咁點解我哋香港喺咁複雜嘅局勢入邊咧逆流而上呢？我覺得特區政府講得好啱嘅。關鍵在於我哋一國兩制之下咧，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政府展現咗識變、應變、求變嘅能力，主動對接國家嘅發展策略。而喺金融中心指數方面香港繼續穩守全球第3、亞太區第1最犀利嘅係咧，我哋喺金融科技方面咧，全球排名第1嘅銀行業啦、融資啦、保險業啦，全部都係世界領先地位而家政府仲要更進一步推動呢個國際黃金交易市場，建立黃金中央清算系統，仲有數字資產管理框架，目標咧就喺香港咧打造一個全球數字資產創新中心
睇完呢張成績表啦，大家會唔會覺得身為我哋香港人其實都好幸福呢？亦都好有希望啊！我哋今日享有嘅繁榮穩定啊，背後係靠我哋國家全力支持，亦都係全港市民同心協力嘅成果啊！由航天夢到財富管理，到學術成就，到競爭力排名，香港正處於一個全新嘅發展階段。正如政府所講啦，我哋全力肯定首5年嘅計劃啦，積極對接國家15嘅規劃，強化超級聯繫人同埋超級增值人嘅角色啊！咁喺呢個回歸29週年嘅日子呢，無論你嘅夢想係科研啦、金融啦、藝術，定係好似嘉瑩咁飛向呢個太空啊！喺今日嘅香港，只要你肯努力，背靠我哋強大嘅祖國，處處都係機會啊！好啦，今日分享去到呢度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